自從報咗 Jaden 報咗1年半，閱讀能力有明顯上嘅上升啦，由90幾名進步到去30幾名嘅，嗰個分數亦都係由4成嘅僅僅合格啦，變咗做去接近70分嘅。我叫 Oscar 啦，咁今年就讀中4嘅，就讀黃帝山紀念中學嘅。自從報咗 Jaden 報咗1年半，閱讀能力有明顯上嘅上升啦，由90幾名進步到去30幾名嘅，嗰個分數亦都係由4成嘅僅僅合格啦，變咗做去接近70分嘅。閱讀卷啦，佢有時會用啲 specific 嗰啲例子啦，咁有時都會講下 gag 咁樣去解題嘅，咁令到我聽得好入耳嘅，絕對幫助到嘅。咁就睇我今次嗰個成績就可以知道，一人上個配套嗰啲呢係完全係幫到我手嘅。我覺得 Jaden Sir 呢個人呢係幾搞笑嘅，咁上堂嗰時都會周不時講啲冷劇啦，咁就舒緩下大家嘅少少壓力咁樣啦，咁係教得幾好嘅，我都聽得好入耳嘅。Jaden Sir 希望你夾多啲切卡哇公仔俾我啦，因為我都中意切卡哇，特別係小白嘅。